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5月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6篇第8节到20节，创世纪第8章13节到19节，约翰福音14章27节到2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赐平安。挪亚全家因为顺服上帝的命令，在山上造了大船，也将动物都带上船。经过了将近200天的大雨，大水患终于水退去了，陆地开始干了。他们在船上得到上帝的保守，土地干了之后，他们也可以平安的下船。所有在船上的动物也都下到陆地，开始平安的生活。创世纪第8章13节到19节，挪亚601岁那一年正月初一，洪水全部消退。挪亚打开船盖，探头张望，发现地面开始干了。到了2月27日，地面全部干了。上帝对挪亚说：“你跟妻子、儿子和媳妇都要从船里出来，跟你在一起的飞鸟、牲畜和爬虫，你也都要带出来，让他们在地上繁殖，布满大地。”于是挪亚跟妻子、儿子和媳妇都离开船，所有的牲畜、爬虫和飞鸟也都各按其类，成群的出了船。因为上帝的同在就是赐平安的恩典。耶稣基督向跟随者应许，将来要赐下平安给他们。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以马内利的应许，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实现的应许。约翰福音14章27节到29节，耶稣基督告诉跟随者这样说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我所给你们的跟世人所给的不同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害怕。你们听见我说过，我去了，但是还要回来。你们若爱我，就会因着我回到父亲那里而欢喜，因为他比我大。我在这些事发生以前，先告诉你们，为要使你们在事情发生的时候能够相信。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就是真平安。天韵诗班非常久以前有一首圣诞节的诗歌，歌词是平安夜里真平安，表达了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所赐下的平安。诗篇66篇第8节到20节，万民要颂赞我们的上帝，愿颂赞他的声音传遍四方。他保守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不至于跌倒。上帝啊，你磨练我们，你考验我们，像银子经历火的熬炼。你使我们掉进罗网，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背上。你让仇敌践踏我们，你使我们经历洪水与烈火。但是现在把我们安置在稳妥的地方。我要带烧化祭进入你的殿宇，我要向你还我所许的愿。我在患难中许下的愿，我要偿还。我要献上烧化的公羊，我要献上公牛、山羊，烧祭生祭的香气将要上达云霄，
敬畏上帝的人啊，都归来吧！我要述说他为我所做的奇事。我向他求援，我也向他唱颂赞的歌。我如果忽视自己的罪，主一定不垂听我。但上帝听见了，他听见了我的祷告。我要赞美上帝，因为他没有拒绝我的祷告，也没有收回他永恒的爱。愿上帝所赐下的平安时刻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无论遇到任何的状况，都有主的同在，有主所赐的平安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